你係咪都試過每日起身第一件事就係打開 Perplexity 搜尋一樣嘅嘢？例如今日股市最新動態，我個行業有咩最新消息？如果我同你講，而家可以叫 AI 自動幫你做呢？ Perplexity Pro 用戶有福啦，佢哋推出咗一個超實用嘅新功能——排程任務。今日我哋就用3分鐘時間，一步步教你點樣設定，將你從重複嘅工作中解放出嚟。好，首先呢個功能目前只可以喺網頁版用。登入你嘅 Perplexity 賬戶之後，點擊左下角你嘅頭像，喺選單度你就會見到呢個新選項任務，撳入去啦。跟住係最重要嘅一步，寫指令 prompt。記住，你寫得越清楚 ，AI 就做得越好。寫好指令之後，就係設定時間，你可以揀每日 daily 或者每星期 weekly 執行。時間方面可以直接輸入，例如我希望佢朝早9點就幫我準備好，我就輸入9點 AM， 搞掂，撳個掣儲存，你嘅第一個自動化任務就設定好啦。完成咗嘅結果會自動儲存喺你嘅 library 資料庫入面，隨時可以睇返。我係馬可，一個專注喺 no-code 自動化嘅 slasher， 靠自動化喺正職之外經營3個副業，做到零風險在職創業。如果你想知道點樣唔識 coding，都可以將工作自動化，可以 follow 我。